三相处这段日子啊，我看去真清楚，伊对你无歹。是，小妹认为伊是一位的君子。所担心的是你真是要去爱着。假使若无这段的事有问题，小妹有可能会嫁。你，要无，你真是去爱着伊。我并无讲我有爱，也毋过我嘛袂讨厌伊啊。叶文啊，为夫报仇是真靠你一个人的身躯，你绝对袂用爱伊啊！大哥，柳和三伊是一个唔惊死的人，我相信伊早就看出来咱的计谋。无可能，这绝对无可能！大哥，柳和三虽然伊是一个杀手，也毋过伊绝对袂乱杀无辜。你是讲阿爹应该死的死？我唔讲，也毋过阿爹伊害死赵庄主，想要霸占赵家庄，这是事实。不管安怎样，后仇必报，血债血还。大哥，和三的意见。相报袂到的好事，迄个血债必输，血兄弟不能做一个不好离。大哥，卖讲，刘和三非死不可。不然我武功毋是伊的对手，凭我家己一个力量。是无法度替后爹报仇，杨母，你应该爱当真大兄，帮助大哥。伊若无死，阿兄爱死，你是要爱大哥，也是要爱伊。伊凭啥有无着？啥怎你阁欢喜甲伊？莫阁讲咯，我无讲是袂用的，因为看起袂想要害你。就算伊是安尼，我也怨你。这是为虾米？报恩。报恩？敢讲你都无要照顾我？你若死，我是要安怎就好？我必须要行伊的情。你是咧爱伊，你离袂开伊。就算我爱，伊搁着爱我呢。也若安尼，你为虾米来为伊心生不留？为伊随条送去咧！莫阁问啊，莫阁讲，我较冷静者。我敢要讲，我敢要讲。师父啊，师父啊，师父啊，送你的事，去卖你的鱼啊！妹弟，我是做定你的门徒啦，啊，你若唔收我，共款我嘛是认定你是我的师父啊。啊对了，师父啊。有一件代志真重要，你若无赶紧出面，恁小弟会叫人拍死哦。哎，不是，这样是不好意思。关师傅来啊！你我拍，关师傅来啊！我拍。哎呦，要小帮我来啊！恁先来金看，你免惊啦，我袂靠阮阿兄甲我相拍。来啊，要拍来啊！啊，你唔敢甲我拍，我甲你拍。我俩干，哎呦！哎呦！告诉我，
金堂主，你袂晓辜负我希望，我决心唔读书。当然，今年也无想要去赴考。其实，你为什么突然间改变呢？你就用去大江湖，敢讲我袂用的心？你就用去杀人，我嘛会用杀人啊！你即摆功夫较厚，我怕你袂赢。等下有一天我过来学，我一定要拍赢你。想会到我付出18年的心血，所得来的结果，你唔我读书，你唔赴考，我绝对要夺我的打死放回啊！别讲嘞！唔去！我什么啊？其实你袂可要互你安尼拍，你放手了。啊！你也要拍，你拍！我细汉时你甲我饲大汉的，你也要甲我拍死，我互你拍哦，互你拍。你啥做要安尼做？我知你心肝讲袂出来苦中，杨过咱是家己的人，你会讲互我知影无？你莫问我，你莫讲甲我问。其实。害着你的大兄，你知无？伊一世人对你抱着最大的剑啊！你对伊的打击是非常伤，你有曾经受过后果无？你阿兄伫个万念俱灰之下，真有可能会做出你所想袂到的代志。到迄个时阵，你若想要后悔，就来不及。客嫂，你听我的话。等伊甲你阿兄陪做，好无？我既然甲做落去，我就要继续甲做。客嫂。是咪要安尼做？你要到京城赴考，必须爱一笔真可观的论文。你为着你的兄弟的人，也一定要去开导。你为着要栽培你的兄弟，已经结下真侪冤仇了。
其实，伊无愿意搁增加你的收入。你大事化风玉，你甲化玉文结怨，其实伊比你搁较痛苦。伊要带你一世来向花凌峰下注，挽回你甲花姑娘的感情。好三兄，你要为你的兄弟牺牲一切，当然，你的兄弟也必须爱尽一切来挽回阿兄的运命。伊要爱你退出江湖，莫搁再为银两而杀你。啊，若无你将来必定是被收人杀死。所以，启三伊愿意牺牲一切，伊有爱行社富贵，伊要救你一命。哎呀，你连讲为着兄弟牺牲落去啊！后摆我若功名成就的时阵，哎呀，你就想要死！原来你我做官有啥物路用？哎呀，只要你平平安安过日子，兄弟啥物拢无爱。我所做的代志，是无法度通挽回啦。大哥，大哥，你有安如我亲生的父母，养育之恩是如山高。手怨无法合好，你受到累累，比做迄个杀身那之好。你受过杀人枉法也难逃，大哥。太不能讲啊，
拢是命。这个一切拢是安尼，若无咱也袂。白姑姑，咱无去管老母。其实，你的母亲你是安怎？为什么每一遍若提起你的母亲，你两个兄弟仔就安尼？我阿娘伊，阿娘伊，客长，你敢讲将迄件代志无甲保袂记？你还看袂记？咱无去伤老母，咱无去将世上残你的老母。客长，听恁兄弟仔讲这话，你的母亲到底是做毋对啥物？客长，你的母亲，即马是毋是还搁活在这个世间？大概还搁活伫世间。18年，这梦中痛苦的18年，我终于也度过啊！我迄两个可怜囝，即马毋知变成怎样，人海茫茫，我是要去倒位找伊？武三、客三，你敢知影这18年，阿娘是安怎伫咧思念你？我必须要遵守落去。假使伊若要治我的性命，我也愿意予伊。也毋过，你嘛已经声明在先啊！你若还未达成你的心愿，你应该暂时向伊借你的性命，你哪落去服药咧？凭华凌风义武功要杀我，敢遐尼真简单？也毋过，伊绝对有万全的计划，放您之心是不可无啊！哼，这是叫文巧啊！我相信伊毋敢对我下卑鄙的手段。何三兄，你是深爱下玉文，你袂死你家己的理智啊！何三兄啊！要报复仇，真靠你一个人了。大哥，你是要叫我做啥物咧？无力无伊的办法，只好就用这个办法。这是毒性最强的药，只要一点点啊，就会当收拾伊的命。大哥，不用的，我袂去做这款卑鄙的代志。你这是去后伊？好，既然爱情比复仇较重要，你就将这杯酒啉落去。你和三今日若无死，你就爱以死向父亲赎罪。你爱伊死，或者你家己由你选择